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喜游良江，到门仔坑拜访王庆龄的美人尖，放杀9万18万的烟田，受随风162的诱拐，走找人间仙境。近山、远山、低山，一缘绿，一缘青，一缘蓝，一缘茶。云拍车恁，摔落来摕伫地山。彩色的步道，悬悬低低，一盏一盏。12座大大细细蜃桥。甲步道牵做一个蜘蛛网，石壁插做良江，放入日月精华，缀着雨水露珠，吐出大江细江的水墙，秋清清凉，透心凉，揽着云霞。吸着规粒山的香，数着千千万万的云道钟，多点白鹳随落来梦游国，听大自然的演奏，我坠落。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59集，欣赏的是嘉义的韩婉老师所带来《喜游良江》。上日去，咱邀请韩婉老师为大家来讲解这首诗的情景。有一遍，和一寡好朋友听人讲，这个良江瀑布足水。我伫面册看人铺出来，我就招一寡朋友，阮就去遐佚佗。伊伫倒位呢？伫门仔坑，门仔坑就是咱讲的眉山。伊遐良江瀑布吼，真正有够水的，伊的水墙瀑布这个水墙足尔水。这个眉山有一个作家，伊叫做王庆龄。伊写一部小说叫做《美人尖》，我有去看过伊的这个《美人尖》，甲演做戏剧，所以我对伊印象特别深。所以我就写这个门仔坑的故事，我就甲这个王庆龄的《美人尖》甲伊放入来，互你会感觉讲哇，佫愈丰富。因为咱要去这个良江，咱爱经过眉山这个太平的9弯18弯，伊遐风景足水，毋过就是弯弯弯弯。谁人讲受随风162的诱拐？当然，这162是线道啦，162的县道。咱讲受伊的诱拐，其实就是讲咱爱行位遐去，咱是一直互伊吸引啦。足爱去的所以讲被吸引，要去倒呢？这个良江那像一个人间的仙境，要去走找遮。一缘绿，一缘青，一缘蓝，一缘茶。这个缘就是一站一站计算的单位，叫做缘。云拍车轮。拍车轮就是翻跟斗，云敢真正会拍车轮？
无啦，云伫天顶变化足济足济，足水一点过一点，所以我就甲伊讲云爬车轮。遐个步道足好行的，因为拢是木栈道，有悬有低，一站一站。伊迄个木栈道呢，就是用真木整木，所以足好行。还有一个事叫做放杀，放杀咱就讲被遗弃啦、丢弃啦，拢叫做放杀。放杀的杀，手字边、提手边，搁一个束，一束花的束，手部再加一个一束花的束，就是放杀的杀。婴啼纠缠不清，叫做婴啼。婴儿的婴左边加上密部，就是婴啼的婴。啼就是缠绕的缠，咱讲啼。这个梯就是半梯，半梯倒的梯，半躺半卧的这个卧，上面是一个卧字，下面是一个邮递区号的递，把错部拿掉。这样叫做梯梯椅啦，嘛是这个梯。信桥，什么叫做信桥？就是咱即马华语讲的吊桥。这信桥真正是会海会信。这个信要怎写？左边是一个胜字的胜，右边是一个姓氏这个省，水部拿掉。放杀9弯18月的婴啼，受随风162的诱拐，找找人间仙境。说入去，咱邀请家己的文史专家黄德英老师来跟咱分享伊对太平的印象。日本时代，咱台湾一个重要的文学作家叫做张文环张文环张文环就是伫梅山的太平村迄个大遐出世啦。太平村因过去嘛有人讲遐是一个小瑞士啦，就是伫伊的三元宫迄个所在往下看，对下面甲迄山沟甲看落去迄个山沟遐安尼一户一户的人家伫遐，按看起来感觉哪像迄个桃花源世界内底按共款。所以特殊性，太平有几冬来拢有咧做一个，哪像讲发挥这个张文环、张文环这个作家的精神，嘛要用做太平村这个村去甲带踮迄个山顶的寺庙的禅房内底甲看入迄个太平村去怀念讲，伫这个小小的一个山沟的内底，都有出产这个张文环这种文学作家，伫咱台湾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的这个作家，就是直接出世的啦。讲这山内后，佮这种就无出世迄个就是太平村啦。这太平村遐有一个叫做太平云体育馆，迄个就是我真特殊的所在其实伫迄个所在遐，伊号称讲要去到太平遐有36弯啦。这个36弯都足特殊的你若用迄个规空中翕相就当看到讲。这个梅山遮这36弯真特殊的所在啦。当然，第36弯唔知第20几弯呀，21弯啊，第几弯呀伊遐有一个番汉制碑、番汉界碑啦，就是讲较早遐原住民到遮，咱可乐是客人都是汉民族的人，你名字佮侵犯入去，遮做界址，你若侵犯入去，你就犯着枉法咯。就是一个戒指，伫古早，伫这个36弯是一个足特殊的所在，会当去欣赏迄种古迹，会当去到爬到第36弯的顶悬，去到迄太平川，太平搁入去，当然还搁在太兴啦、太和啦等等，有太济迄个庄头拢总出产真济好茶，所以这个梅山乡是一个足特殊、足好佚佗的一个所在。一言绿，一言
青，一缘拿，一缘茶。云下车恁，摔落来摕伫地山。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韩文老师写诗，黄德英老师讲解自然文史，专门去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次再搁继续空中再会。